65镇为男人领资本欲望，想寻妻要加盘缠的高上，想不得鸡也是固定人，搿不到门上向嘛是蛮便当嘿，想隔一道门啊，四栋繁荣山，这段困难，门上疏离，为吃生活，现在对着地上好道痛哭，大门紧闭难进去，来个老中国。中国老爸爸神像受得嘛，伊阿妹一个上来，开箱么受的真理啊，神像搿种4000吨板啊，40吨板，不要吐晒脱，都远远为相府，读了读，听见哭声，耶啊！一毛么相府门口，大概讨饭，隔壁位只来了呀。我这来的，呀，特别那特得人相府，特地过来，等你讲自家人进出了，最直门的不最热门，特地过来，你这个乡村妇女，怎么在相府门首哭哭啼啼呀？是，娘娘一口么来个老中国，哪些得么son人。少得娘人，则少得娘衣裳，清清爽爽。我的是谁？原来相府中国。大家10户外语，晓得我来中国，那汉语我也看得出。是啊，相府门首，怎么允许你哭哭啼啼，身后体一痛？老人家啊！我有事进相府，责任我家继父。能让人非得不去通禀，反而将我打脸下来。所以在此得可呀。这两个门上人来盘门的，这么你嘛拎不清。你要追这门玉门，等那大门口个，搿门上发作新官，你高兴伶仃的进去，不高兴收着，但不人家做啥？相府老人都蛮多个，搿么那个公王爷们不是做点啥个，还做些厨房间的厨子师傅，还做些花园里向种花草个，我来帮你忙吧。你的干部信任民罪，做好差事的。谁是老相爷？痛！好，老像发人证明这个特殊相的，开头红毛，哈气大不服着你想呀，吃头挂的，有些的下一来，想啥的？手浪东家等我讲起，乡邻镇上人家是一个古王奴叫65镇，刚刚手浪起来辰光提醒我，叫我明早去走一走。好，阿位来就是继续讲，不可能这样别叫，我得刚刚忘记脱。那如果是小家的不得了的，老长的灯子呢，下一神经于我。豪门怎能猜？是他好比其实容对。
我受身的双胞，这张面孔了，等于死脱个小姐，我认为，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小姐嘛？我看面孔，你刚刚升到的对发蓬松了，那么牢牢的当作新人，要忙你吗？给我擦一擦眼睛，向西看。真好比我家风筝小子的亲儿几个面，也好比么家书为文，他上门来。那我讲，小姐怒气之人有谁个？啊，老地我人好在东高小姐啊，过来了，拖，还来拖一炮个。我们自家晓得。想要是我好，从来跟我讲分别过错了。今年60岁，一般等我做谁的？后来那么只好做饮水的。我一想今人不过事，是一番这老奴气质把谁命？对，我最看头在夜里放苦事，我要恳求起一阵把大恩光了。那么现在定要求，不要么拖，要么接得来马上取下来。现在总要问一问，请问于你，怎样认识相宜，怎样待得律己，讲得清楚吗？老奴这可通报。哦，兄，娘娘想为何？拖，看子两句了，留下来门在。这不拖两句，不就是那一嘴里吗？那么这个三我这个8、7个，你门当总归讲得清爽。老人家，坐，欲速不拘，立即听令。老奴洗耳恭听了。
你真身的模样啊！相爷们。余生讲得大地的，相爷们，为得真的呀！他脸上是滴滴马背，我看得见。对老奴一看，你去看来。那么上水要进去过来了，东家的么子看到昨日退缩，丝毫不错。像也讲个，凭牛肉为凭的，这要打进去。有时候要哇塞，特不得了，套一套，大声规矩。别在的哇，公主讥笑机灵门，老奴过不得清哎。罢了，放在老奴身干事，总要小鸡开恩。一头是不知罪不认的，东西小鸡，说是通兵去。走，小鸡稍谈片刻，老奴去谁我来？哈哈哈，开心。来的也把这看见小家，旁边只来头，包不做么个。是咱们深山过台湾门，要进大嘴忘记他个呀。你像一个渔民，一个抢渔民，包不做嘛都看不起。总当子小家乡下的来，穷不穷，规矩大蛮大个。总归送的啥个礼物来个，毛毛姑王呀，大概不总归鸡蛋啊、炒米粉啊，对吧？那个么子，打进去吧。给他门清爽，还不要门得过，在来了旁边总归里。来了的打来的一多跑嘛，老师傅正要沾水，不是我个，来了的正走之外了，一句这门也不对前门。当，这门而进，对进来，对到大天津王镇，听到来嘛，东家什么了？固定人就是想调四张盲包，分第二学，诺大为要什么在中间，不比三只靠背与三位夫人，固定人老婆三个的，说不定不叫辰光，对。计划人话按我啥计划人，那还几句这个，大家身体好吧？配得两句，老的在来面放桌地上一摆，牛肉呢拖上去，小上来，哈哈！恭喜相爷，后喜夫人，我家小鸡来了。啊，夫人也要好个了，对奶奶妈妈说的来婚特个在，
农在家水头这一年多都是三条来着，也没得把那个出来哇。此话怎讲？要紧讲出头一个事，哎，分讲清爽的，不是旁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弟，那是机器见到了。哦，机三条，那么技能啊？对了，你妈妈你啥辰光人个技能来着？哈哈哈！够令人开心。哎呀，想不到我的心路下来的，根本说我分讲，我就够精神了。我这是心够，慢慢就进来干。你哪晓得我身份呢？他觉得奇怪。来了，你牛肉拖上去，觉得工作不错，他一他好。讲不讲小听，清明人那个狗马路，因为我外出来了，清仓等我马上手入动身。你男的事体来不及讲本多听，现在我人家刚刚手停来等个，嘿，发现我不个男的死他个男活龙活义，哎，我隔壁你死他个男都长，福星啊，哪好，碰到33天，冬天嘛，温柔大方，样样都好，老老的不必听说是啊，小姐不错啊。这来要真拖上来，上面那为礼物，是啊，小姐果然小人，鸡蛋炒米粉，想必是这些东西小金太师，大概个点么子向我头来，一般再是出么子嘛，千里送我们呀，礼轻情分送呀，旁边我头跟了一些啊。我那么开心噻，你多少是亲事啊，看不起我个男啊，意思当中别家伙鸡蛋炒米粉啊，神相夫呀，送我什么事来？干么一家今朝男出子上门，让个被窝里等白发过带男梳理，表示我欢喜的，我得冲的，我慎重待来。人家人生一单单送得来，我关照还出去。今朝鸡蛋，我关照一品王凤大夫人亲自我来收。慎重待待，我们这家之主，我表示欢迎了。我对别人不够势力的，我能穷呀。大夫人，老相公，人一番孝道。是啊，时日不易，你要亲自水下，少劝老夫要出地。来了，你咋面孔给本正经那口呢？杀起么老夫也吃对了，晓得该咱不你别势利。哎呀，老奴人啊，你也想得出，你们还为了势利呢？大夫人慎重的这么大，搿咋来这大水里？因为上头有块布竹门海呀，还是好几岁，稍微掀开一点点一口嘛。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这个鸡蛋炒米粉，里向2只鱼饼呀。哎呀，像农村这里的老水了海哇。那人家刚刚来不2只鱼饼已经偷子来个这家，哎呀说错，各种老妇人啥个资格了海，老乡要一直不开心，死他这个男了，那现在好不容易技能上门里开心的不得了，去说错这个面孔下落不落这个，老实讲一毛一个开心也不容易，各种鸡蛋炒米粉嘛，一份啥个名贵么子，相府里家一几货，等一些3、2只水土鸡蛋带不来了的吃。老男人开心啊，技能送得来个上头也不几人个了。老相公，果真是鸡蛋炒米粉，都是他，这个不记得只有3个海个种。水下，那么关照老中国，希望该准备故意，打开正门，为处处当当，隆重礼节，关照挑选30个屋头。各个农庄员们叫叫滴滴，面孔瞪瞪呀呀，打开正门，这是要进政府，拖就那是不得了。关照门廊打开正门，吃东西要吃当当。关照厨房给你准备小菜，关照总管了他不挑选30个卖相，面孔要不要煮个？到外头这些讲，啊来不及一张面孔挑，那么了总管了他不深度大家看吧，像富浪几小姐来的，关照接待，面孔要不要煮个？自家有什么？自家张面孔挪当着走出来，有种面孔不要出来意思。红山有面孔叫为西瓜子面孔啊，
吃不了起米苦嘛，自家又说不要出来。那么有一个人为自家买等样个，就让谁的；有一个人为我不知道吹吹手；有一个人为我说打阿不着个，米枪吹龙30。上嘛那勇壮一般，他分第一支嘛，生拉下地无有么基地扎了，出来接着玩。这一支火分分他原该1块黑1块白，这个农户地里买不这个士兵玩。也是一个嘞，谁我把那个黑乌鸦吹得来快点快点，哪能今朝来不及走？现在我看上去还是经理下来的。没哈子，没哈子来，还是那个不进来改。总是哇，还是往清国去写家哇。那么东西这个你想要个技能，别家不是为官。现在到这里我都结果得了呀。你别是官，是不是也比面的呀？我的要比面的，儿子。你这没得对的呀。到头门口的张忠谋为罗龙金宝4个门龙两相在内，大门堂堂开，压声水动，炮声沥沥。我的灯标哇，涌到东门口嘛，大家的目光看得没有？他讲。手摸对那个没方向，来起来热昏了人，想不得什么了下头的呀，谁往谁头看？哎呀，硬真不个来，猜没猜得来？人家不来个了哇！不过想想那对个，总归你下头去睡觉呀，对，凑不起来睡觉等下头来还是？哎呀，你看见门廊下那，哎呀，一个干活不哇？哎呀，个张忠今朝背了哇！4人吃啥饭当啥心，干活部什么了这个门口，身上下把手也飞出来一管，飞到3条身上就会来3个啦。没得哇，张忠，妹子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人啊，是得越吃越走在啊，莫羞羞，对吧？今朝几3条来你俺听见了？我晓得的呀。你晓得个？我们不是打开正门在这里等吗？打开嘛正门的，干活部什么了门口，身上下我吃的也是3条来子嘛，也配得家。这个女人有神经病的，你神经病的更啊排在那门口子，刚才被我打下去了。俺在锅里去。回来，哎，罗根棍子也来的。哎，我们小姐马上进府，你昂里昂上单单这个地方还不跑开啊？是，不就又要打了？我有娘娘一下，一眼打着，一本正经开子正门出来这3条，看见这3条也赶过去。那么寡人不吃眼前亏，打里5杀路手头，等到来中过来子再说。娘娘眼睛上立起身来嘛，最大对面稍微有一点点，这下下头把臂也有杀头的呀，身体受定。那中国出来的啊，姊妹们，哎，那爸爸，你们倒快得很呐！哎呀，没怪这话，这3条没有快点，你是动作叫我说撇的嘞。今朝严中心说干，好。哎，谁叫你？门口这个乡村妇女呢？啊？这个干活子，说话当心，这个人呢？干活不？哈，不能张忠狗头子。那么也是啊，你本身就狗头子呀，有个为好，老婆娃弱的，那么小姐太太官帮小姐抓住点面子，他虽是我家妻子。什么的？这个干活你虽是你小姐啊？那么你拿这地方说给你？好生大胆。阿姐啊！谁是你？势力嘛势力的嘞，干活，把什么也逼出来。谁是谁家？几谁家？现在我们的小姐只晓你们这辈丫头凭着势力得很，得你乔装改扮，死透你们的。真的？哎呀，也是，这没法你。为两个我的到小孩子都到上当了。那中国人硬扎的英文。你这不别家人问，还分听几个问？那了，最近我都用市场查访，他们不写家查访我的管，这个人不，还有不是你部分我的改买起就到给到了，这特别城门海大，原来是小家旁边的幸福，自家小家洗脱的呀，那个记下这么蛮好。那么过来夫妻来，现在辰光上来嘛，张忠谋关结婚，要进去我去办的。张忠对三高的妈妈帮帮忙，好得你身材上都差不多的，对表在起来，让你看不清爽，混得这么混不过嘛，一人总是一人当。自家的打上来，小队在上是个门童，口头请安。得去腿嘞，也喜欢带队了呀。小队在上，我们不敢谈头。明儿登带队，不能谈头。还有的不能带队的。是。我谁是例外？
告诉我一棍子打下去。那么阿爷这里斤斤计较，个当然三家不为，但是我讲得也讲两声。相夫呀，你看这样势利个，真叫得罪我，得罪这病人们对牙的名誉不好听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家里很穷，从小就没有名字的。也是了，穷得来名上不个，血压好些。我对得你讲，薛家，你就拿薛家有来所谓，不理哪位公管。是，你叫张忠呀。哦，小弟我再干完事。张忠，下次不可。这种小姐好了，下次不可呀。下一讲，那么忙着理想来，给我盯着个老妈，你可真在农先说的呀。还有同队赛发一群狼狈，是脑里又出群狼，血气白白呀。哎耶，给我盯着眼头的人，现在辰光可以打上来，小姐请安吧。是。女儿开基之父大人，为啥这样狼狈？为啥碰头三方不停歇在门？现在小西西，妓女儿，相杀为福了，来，罢了。对，提供三位娘亲，三位夫人说对，三个才是娘嘞。即三位母亲，有女儿杀礼。大家过来努力夫妻来关照亲手们，一手手定关照第二的人先请我，并且再派的老中国登班，哪个谁来打个头，还有户外家长，包括厨房间里向，统统晒出来，听到了要全部听到人的嘞。老头现在没得几岁的，可对，请我啊！是娘娘那么弄不落。这样声音举了个地大下呀，根本唔少弄不落个。罢了，我的外语句了，杀亲临杀，穷得来哒哒地来呀。可那是发现，给家这个面孔，这个那个，哈，夫娘也这个了。像侬现在想我的不懂规矩的，根本连说啥罢了娘，非这里都不得起来过。对了，侬你妈妈阿会吓昏他啊！哎呀，我来谈事情。搿不过了，在高些妈妈啥家侬吓昏侬东国对的，搿上罢了我来不好害个，每人领刷，每人几天，你拿不出呀？因为懂的呀，不懂到味道呢，罢了不服个，不懂的才可能一点也不服。哎，谁是懂了伤脑筋？那么搿不过了，像我不能落场。下人们听了，小鸡双十，每人2两银子，账房拿去。所有小鸡拿出文银，一概不许水下。这个千万这样，上么一个我摸出来，大家心中有数，叫等你挪动的嘛哈子。下一条小家把的账房给你挪动的，男个进女个来，中国了他不大的。然后你肯定没得，肯定大家肯定啊！那是不好在，东个在，一样我不漏啊，要拿什么个话拿什。罢了，每人儿2文银，杀请张王领去。这个人家才给我一个人得胜，东家小家来这样，那么要守正定光与我们何为再说？罗素贞真相夫，总算看见机要。真相夫的呀，等一人走的，我得蛮兴奋。我过来问问侬，我地址啊，分流哪会得来个呢？城门口轿子里看见，那么真相夫来帮忙来呀啊！心里想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哪道理？他在群上血气白白，狗也一份来。还为夫妻情相睦当相当，那么停歇再谈吧。那么让你想汤沐浴，面孔上我出么咔咔清爽，那么前面上像是我来么像一样的，那么谈家长，非着鼓掌登班来抽香，这就固定那个男那这个样子，都不是我师弟的，还是旁观不压的。那么是到上头去想汤沐浴。
我过了3个夫人得来，谁蛮高兴？虽然嘛，汉头比较不穷呀，这米家子啦，的确蛮讨人欢喜。实在像你自家死脱个男人，蛮兴奋。一头上去陪男人上去化妆，3个夫人说大家拿眼么子出来，表示同样欢喜。因为男人第一趟进府呀，不要产生公有看法。好在老李个既然么得蛮热情了，还有呢，搿么讲吃讲，同地才不是个拿眼出来。那么，大夫人说不要重复，头上个么子才怪我擦打，二夫人么怪上妆，下头么才怪3夫人，啊，大夫人心里想想，我一品王风，头头了是弄的，风头也辣头上真珠擦打，这两衣裳不是弄的，还有我各种机器在里插上去，插人工的指头。不是六个这个指头啊，指个头面啊，搿忙上去，头么是我送啊！搿二夫人心里想想，搿是我还好搞点交头，衣裳浪向指，兄弟里么得里当里养命子，夜里向上得点灯啊，这买卖便当，那中儿里子侪蛮欢喜了。那么到上头香汤沐浴，一天灯在书是一样。浓妆当扮，兄弟用青铜镜一照，像天线，搿样么子唔办我讲，搿行头包上去，一化妆么是不得了，春梅海棠2个窝头，那一化妆，想过去一斤的当扮嘛，讲你想我你死脱个小家子，季小姐，那你自家青铜镜里找看呀？这个仙女无非哇！娘娘辣镜子里向这不真个自家不认得自家子，家真是鬼面蓬头。那现在一打扮，你看呢？叫啥看见子啦，触景生情。对两屋头妈妈，你都真个当上我乡下人了。我屋里向是何出身呀？爷娘家做过的，男家也是做过的。我男人现在叫林子文，实际上想欣赏叫上子文，是上高将呀，上高将后辈，不了几人所爱，流落山林村。现在看看青铜镜里向，我得恢复至原来的装束，像个三国千金。想到这男人了啦，给了里向去有望过世。心里想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难过。但是再了，眼泪在哪流下来？不懂呀，还是新衣裳装了难过啊，旧衣裳舒服啊，那我都不开心。小姐，这眼泪哇，还是小我的，等那死的辰光，边挤边捅头皮噻。像小奴才，边捅头皮还要哭了这个，不是的。3个妇人在那等着。小姐，到底想去见3位夫人吧？是。眼睛上过来嘛，眼里女儿见3位母亲。6手正打进来，走2步路了，到夫人进来，说是小女人，8幅路人上朝地。小姐从的辰光，60风纪辰光要温顺了，走2步路，响铃铃要发路。清唱，像铜匠对那个要有功的呀，心灵哈拉不来，看到没灯呀？大夫人只看头头，不然好事人不管个。二夫人那老忙中途，3夫人也想给我上水花子，自家亲自做到看不见，大家还爬的要么亲手。刚刚我的报告小姐不开心，不满意。现在的确眼里汪汪，泪痕飞过，个分塌子啊，眼里下来了，看得出有泪痕。说不定，看你陈道头的确出尽眉头，有点眼里汪汪，啥意思？10眼中行里砸了我眼里汪汪，人家激动也来不及。啥意思嘛？大夫人瞎想，大概侬今朝来姑爷分一道来。啥地方人人双双一道来呢？
侬屋里穷，那么总晓得人家个也是够盯人啊。大概屋里农家，乡下人欢喜造房子的，造房子造强脱的，穷爱断层，还会想加量的，那么狗也不好意思来了，就加下来，加点铜的。那么你们出不去上门，一开口都开不出，你都对我们这样客气。他进来马上加铜的去啥？那么农家戏。为做起农人面前唔高的，是不是眼里望？搿么怀疑我想啥的？刚刚听到了几个里见面的分不晓，都不对见面的。搿么呢，上得来开口加铜，不好意思开口，让你高高兴兴做戏。那么所谓谢谢，女人啦。是母亲。初次相见嘛，为娘婆婆礼不相送啊，见面的呀，那。为娘是么细细，玻璃要送红砖，我送你名字20口，再送你黄金300两。送你四金3厅，一手个小房了，你们小风手不好过时光。许下，哎哟，到底一品汪峰，这个趴位来口呢，见面的呀，也送这个新的来，房子这个都会管子住了还好过，没三个人走来没别去讲哩。老人家是有往昔日，这些么子我也得去说。想了子老人们也不还讲，但你娘讲唔不用上呀，也看见这衙门还生有哇。所以小么的事啊，面孔老向唔不善意，都是大吉。对你夫人妈妈大概一比特色呀，你家的交流，那么你夫人想。我不来说，想大子乃是顾家的，为娘三家女儿皆平安。你夫人屋里向做生意，还有。小本经济结婚了，地开到那还么昆山开起开到苏州、常熟，回到上水打到南京，啊，开计划地么大概总200-800万，身家过来好像500人玻璃，要不然送他200，我送你东儿高。1万水不地，在西家1万小地张，古代的3不张，送女儿来做事帮。哦哟，娘娘在哪是才有在？一只衣裳的水布的，运动的么鞋装。连他西子下来，古代的谁不对来送不能我给，通通在一个走啊！唉，这好柔娘，我是个那想男人苦难呀，都是何去么？为法无心，那么三夫人也苦难了啊！三夫人打过来，妓女呀，小青哦。你是农家
家的女，我不是太白改，还是想我姑娘。那么实在三夫人就客气，三夫人讲，三夫人我大地去。我们手与金银来送红砖，我送你金女20对，再有那一个鸡呀噻，这样那不一个咸蛋，明星不好吃不光，昆山羊肠屋里多个。羊肠屋不难，5星花花呢进吃，肚子好高的再大没得关系，你吃不来。回来，再送你2米300米，必须走你我家两。兄，水下，谁子比大地知呀？你像个娘也狠，哎。不过不是的呀，为子老人呀，管不吃，但都管不用上，半夜几点来的嘞？都是谁寂寞？豆腐人想，看上去讲人家300来的还没有的，没结婚的时候，我的来了，是兵8、3位夫人，牛做的酒菜准备了，哎呀，实在，把了落地在听，亲事夫人吃饭的，我的真的。就堂里我对吧，小厅朗向把火听，那么前面朗向在的农太太，我里想发生啥个事体，看上去不开心吗？总有事体，吃了刚刚吧，那么到我对大家锁定，上头2只靠背，给我盯人，豆腐人，2夫人、3夫人嘛，65正总归是少不为止咯，说不定嘛烂本啊，你错啊！那么狗丁人分来了哇，定些去请下的，你先吃起来。啥天呢？狗过了进来子嘛，你说来是，听啊，有种了。我里想，搿种自己做实事体了。杨梅郎不好讲蛮多的，娘们才好问的，哎，也乐了，有种闲话门不出口蛮多，所以娘里停歇进来嘛，伊先来问看，发生啥事体？夫妻那里到底呢？哈，香菜跟样见到鬼样，香菜旁边的里把只空屋，3个夫人在上见过去只不吃不高起来，像文等等人家说啥人？女儿啦。容易岁岁，都是母亲。吃不落呀，老人家那些有话不是，我那些山珍海味，衣不落魂。这个就一样小菜让他送上来，我都有的那旁边为太喝，加热了呀，他可以菜给谁的啊？一样谁他们啥么子没吃啊？谁的啊？一样谁他们啥个名哪里吃啊？为了垃圾嘞，几不落个钱，但是后来送上来2样小菜嘛。罗素真爱他，一样叫耳聋腔枝，那叫耳聋腔枝嘛，实际上是2点树补了海，当中一只对耳聋腔枝，看见有点黑蓝蓝的，还不够吃。还有一只叫猛虎下山，实际上嘛是一只太慢，30岁的还得不得了，更是香的，嘴里向后一只肉来吃呀。娘娘看见搿张小菜嘛，一人难过，搿个心里想了一番，眼里的拉下来，满足来吃，搿只满，而且满天后啊，来吃嘛我是一个人的，他是兵部公子呀，也还一个上官嘛，真是一日非战。可是看来我个男人凶多吉善，小伢子也是样哭，不过。我今朝自家客气对我自家喊我往那哭出来，出眉头一关，眼珠眼了么一口气不来的，但是2只眼睛往上头背骨里向一吹么，
夫人为了见了，女人啦，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千分钱他觉得起，你那个穷心用我吃嘛，分一我去再十进去，根本得别了噻，发觉了这个，哎呀眼了，好，那是我都要抢发路的，我要现在发觉这个啊，三去该说想呀，拉对发个拉对发，看人中，到文开始活跃路啊。我的等别啥并不想要呀！别想呀！公盯着那等，等侬喝脱药，下来这么实在对对。哦，哎呀，这样都的饭子呀，谁家觉得吃罪？喝药喝得辰光长么吃不下个呀，药室里闷个呀，是要发觉的。真呀，滚去！那好孩子有嘛？谁家不知那摘摘金子？你是口口是编织的来，这个三女五辈，谁家不甘心？不给绿眼里，原来夫人门嘛门不是啥个名堂，最里面老乡叫谁家亲娘，都是谁家非得夫妻们突然之间，谁知觉得气的呀？那老吃啥？啊，弄我怪了外头呀！搿既是起于之理嘛，不是讲吃点么子啊。理由欠缺，我们一家之计，做啥名堂？搿种才是小事体。但是呢，我得吃我得发觉的，要么有两个卧底等白领不去，总来介绍小菜哇，那搿张小菜啥名堂？家里大个，你想我你吃不起个，对不起掉啊？搿要么啥么子？实际上吃了老师也觉得奇怪。到底想再讲，那么可不定人，另一领子路道急匆匆，什么你想到？一到理想。落手正义，让悠悠受刑。三个夫人稍微心定，我头两边都要看嘛，身先士卒，先叫了心出来快的。大家要人接人想，给我定人把水摇摇，轻点，不要声音一路上，先家刚刚心出来，再分滚决不得了。你们自家给我来手一入听，无为啥呢？我刚刚来不及在那讲站。那乡人早上见面，虽然是穷嘛，清清爽爽。阿姨说到城里来忙姑忙呀，非要弄到屋里龌龊，弄到这个狼狈。终于事体，现在辰光发觉，是安慰一声再讲。今日好用如此伤悲，喏，终于天台大日，威风。谁一次？娘娘悠悠收心，眼睛张开来，看见自家基调们，心里想说无出个激动，而且牙也狠，门啊分门了，谁拍起胸部，定谁随便啥事体，与我牙了嘿，我谁这样的一个举手？眼睛人实力里起来么？大衙门的嘚啵，上水下跪。哦呀，对啊，有冤枉！三个夫人想不落，送不来刚许多么子的，我也还冤枉了啊！眼无住在顶娘娘，金玉儿，你收回好事啊！也对叫居民有冤枉，哪个跟敌人拐着我的拿小家武器来？有闲话好讲，说不定米汤水卡不米，送杯茶，你讲拨我也听，啥个浪向冤枉？虽然我高老为乡。我受伤于世，还大补民人。那个种高上所下衣啊，都顶俺们高上谁多谁，或有滚顶背了银布的，那让我他知他是分我的大约是固定人门的高上下衣的，受好了了。一般说我们人活龙，多零讲，杨米了，长子还没个，还特别有的。金女儿，什么有情，为无迷信？
爷爷讲个来，弟弟有病。三个姑娘老天，我要吃故事。我当初为之受房子，黑起搭卜。那现在辰光，当日水果房南松叶跑没有只恶虎屁股的跟踪，老虎上三老么等到下头来，搿当时形容句子大概把他坏人咯，这眼等老听下去，越讲下去。弟弟。哎，咁么也穷不穷于之气，家小岁数，我小姐一等三文，得姑姑老的低低头的，打得好。要打出大路来，真记得。回家。
定人喜欢。毛起后上机器人为当了得，搿么过了对南毛毛，还要把与俺们事体的，搿里重新调查。搿张军到底哪位事体？如果是犯罪的，依正大明国法；如果事实是冤枉，搿得笃定。这是我预期，平民百姓不搭界的，还应该关照农先生。那还只有3天，把你个时间调查你去，3天过余嘛，过也好回来。咁过了安慰啥侬，妓女儿，弟弟。各位确实冤枉，待请放心。谁的公寓听人夫妻相会？是多咁过了你起来往外跑。叶夫人是来些光不来也请来7岁，咁过了11岁，大概分清的同期，各种7、9岁事体，帮侬办事体。那么过过到外头，叫老总管跟得来，进书上嘛，固定人他张骗子，各种骗子吓人啊，种名片，德翁贴子，德翁骗子浪向最为费劲，主人想固定人，各种公骗送到只有俺们杨林镇吓得混啊得脱的，各位了得。现在关照老总管送啥公骗去，固定人他4句诗，3句当中有郭亚林子文3个是安上理想，阿么句意思冤枉也释放的意思。关照老总管，郭亚名字上理想，你得注意讲，你相夫郭亚了让来与俺们吃冤枉故事，来隆隆清爽。是犯罪的，依正大明国法，事实是冤枉的，就是讲刑诉解决。海基3天，做，老头遵命。老总管拿丞相公批修到与俺们哈萨杨林镇嘛，那么死要两公批呀，无谓再说。开心的不得了，去说穿这个面孔浪向落不落走的。老实讲，一毛一个开心也不容易。各种鸡蛋炒米粉嘛，一份啥个名贵么子，香府里向一几货，订一些3两只水煮鸡蛋带不来了的吃。让男人开心啊，既能送得来个上头也不几人个了。老相公，果真是鸡蛋炒米粉，都说他，这不记得只有3个海个钟。水下，那么关照老总管，希望该准备故意，打开正门，为粗当当，隆重礼节。关照挑选30个屋头。各个农庄姨们叫滴滴，面孔瞪瞪压压，打开正门，这是要进政府，拖着那是不得了。关照门廊打开正门，吃东西要粗当当。关照厨房给你准备小菜。关照总管了，他不挑选30个卖相。面孔要不要做个？到外头就是要讲，俺来不一张面孔挑。那么了，总管了，他不是你到大家看吧？像富郎纪小姐来的，关照接待，面孔要不要做个？自家有什么？自家张面孔拿当着走出来，有种面孔不要出来意思。红山有面孔叫为西瓜子面孔啊，吃不了起面孔嘛，自家有什么不要出来。那么有一个人为自家买等样的，就让前头；有一个人为我不知道吹吹手；有一个人为我说打阿不着的，勉强吹弄30个。而上嘛那农庄一般，他分第一支嘛，生拉下地无有么基地扎了出来几10万。这一枝花分他原该1块黑1块白，这个农户店里买不这个士兵哇。也是个嘞，谁我不那个黑布呀，吹得来快点，哪能我今朝来不及走？现在家看上去还是经理下来的。没瞎子，没瞎子还是大个不进来改。总是哇，还是王清国去写家哇。那么东西这个你想要个技能，别家不是为官。现在到这里我都结果得了呀。你别说官，是不是也比面的呀？我的比面的，是吧？你这没得对的呀。到头门口的张忠谋为罗龙金宝4个门弄2相在内，大门堂堂开，压声水动，炮声沥沥。我就等被哇涌到大门口嘛，大家的目光看得没有？他讲。手摸对了个面方向，来起来热昏了人，想不得什么了下头呀？谁往谁头看？
哎呀，人真不个嘞，啊猜没猜得来，人家不来个了哇！不过想想哪对个，总归你我对去睡觉对，从不记得睡觉等我对来是。哎呀，你看见门廊下那，哎呀，一个干活不哇？哎呀呀，个张总今在背拉哇，死人吃啥饭当啥心，干活不什么这个门口，身上下把手也飞出来一管，飞到睡觉身上下会来睡个啦。没得哇，张总。妹子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人啊，是得越吃越走窄啊，莫羞羞，对吧？今在几岁家来你俺听见了？我晓得的呀。你晓得个？我们不是打开正门在这里等吗？打开么正门的，刚好不守了门口，身上下我知道也是，谁家来子嘛也配对家。这个女人有神经病的。有神经病的干嘛摆在那门口子？刚才被我打下去了。俺在锅里去。回来。哎，罗根棍子也来的。哎，我们小姐马上进府。你昂里昂上单单这个地方还不跑开啊？是，不就又要打了？我又娘娘一下，一眼打着，一本正经开子正门出来的睡觉，看见这睡觉也赶我去。那么寡人不吃眼前亏，打里五杀路手头，等待来中过来至再说。娘娘眼睛上立起身来嘛，最大对你，稍微有一点点。这下下头，把臂也有杀头一个呀，身体受定。那中过出来的。啊，姊妹们！哎，那爸爸，你们倒快得很呐！哎呀，玫瑰在玩，这是一家没有快的，你是动作就我说撇的嘞。今朝运动性说干，好。哎，谁家呢？谁家呢？门口这个乡村妇女呢？啊？这个干活子。说话当心，这个人呢？干活不？哈？不能张总狗头子。那么也是啊。你本身就骨头的呀，有口为好，那白话弱的，那么小姐太太官帮小姐扎做的面子，他虽是我家妻子。什么的？这个给我像你真身的模样啊！相人们。
对老奴一看，你去看来。那么上水要进去过来了，东家的么子看到所儿退缩，丝毫不错。像也讲个，凭牛肉为凭的，这要打进去。有时候要哇塞，他不得了，他一他，大声规矩。别在的哇，公主既小既灵门，老奴过不得清。哎，罢了，放在老奴身干事，总要小计开恩。遇到是不知罪不认的，东西小计，说是通兵去。走，小计稍谈片刻，老奴去去我来，哈哈哈，开心。来就要把这看见小家，旁边只来头，包不做么个。是咱们深山过台湾门，要进大剧忘记他个呀。你像一个渔民，一个江渔民，包不做嘛都看不起。总当子小家乡我的来，穷不穷，规矩大卖头个，总归送第三个。65镇为男人临资本欲望，像寻妻要加盘缠的高上，想不得鸡也是固定人，搿么到门上向嘛是蛮便当嘿，想隔一道门啊，四栋繁荣山，这段困难，门上疏离，为吃生活，现在跌了地上好到痛哭，大门紧闭难进去，来个老中国。中国老爸爸神像受得嘛，伊阿妹一个上来，开始么受的真理啊，神像个种4000吨板啊，40吨板，要吐晒脱，都远为相符，到了，听见哭声，耶啊！一毛么相府门口，大概他外，隔壁位置来了呀。我这来的，呀，特别偷得人相府，特地过来，等你讲自家人进出了，最出门的不最入门，特地过来，哎，你这个乡村妇女，怎么在相府门首哭哭啼啼呀？是，娘娘一口么来个来中国，哪些得么son人。少得娘人，则少得娘衣裳，清清洒洒。我的是谁？原来相府中国。达到15万元，晓得我来中国，那行头我也看得出。是啊，相府门首，怎么允许你哭哭啼啼，身后踢一痛？老人家啊，我有事进相府，责任我家举报。门上人非得不去通兵，反而将我打脸下来。所以这次得可呀。这两个门上人来盘门的，这么你嘛拎不清。你要追这门玉门，在那大门口个，搿门上发作新官，你高兴伶仃的进去，不高兴收了，但不人家做啥？相府啦人都蛮多个，搿么那个公王爷们不是做点啥个，还做些厨房间里厨子师傅，还做些花园里向种花草个，我来帮你忙吧。你的干部信任民粹，做好差事的。谁是老相爷？痛！好，了，像发人证明这个特殊相的，开对红毛，哈气大不服着你想呀，吃对挂的，有些的好一来，想啥的？手浪东家等我讲起，小林镇上人家是一个古王奴叫65镇，刚刚手浪起来辰光提醒我，叫我明早去追一追，
好，阿位来就是继续讲，不可能实行别家，我得刚刚忘记脱。那如果是小家的不得了的。老厂里灯子呢，下一神经我。不来个毛毛古王呀，大概我中国鸡蛋啊、炒米粉啊，对吧？那个么子，打进去吧。给他闷闷清爽，还不要闷得过。在来了旁边总管理，来了的打来的一多跑嘛，老师傅正要沾水，不是我的，来了的正走之外人，一句这门的也不对前门。当，这门而进，对进来，对到都天津王镇，听到来嘛，东家什么了？固定人就是想调四张盲包，分第二学，诺大为要什么在中间，不比三只靠背与三位夫人，固定人老婆三个的，说不定不叫辰光，对计划人话按5杀计划人，那还几句这个，大家身体好吧？配得两句，老的在来面放桌地上一摆。牛肉呢拖上去，小上来，哈哈！恭喜相爷，贺喜夫人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啊，夫人还要好个了，对奶奶妈妈说的来婚特个在，农在家水头这一年多都是三家来着，也没得把那个出来玩。此话怎讲？要紧讲出头一个事，哎，分讲清爽的，不是旁人。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姐，那是机器人到了。哦，机小姐，那么技能啊？对来侬你妈妈你啥辰光人个技能来着？哈哈哈！够盯人开心。哎呀，想不到侬我的行路下来的，根本说我分讲，我不是够盯人了。我这是姓高，慢慢就进来干。你哪晓得我身份呢？他觉得奇怪。来了的牛肉拖上去，看到工作不错，讨一讨好。刚不高兴听，清明人那个狗马路，因为我外出来了，清仓等我马上手入动身。人弄个事体来不及讲不多听，现在我人家刚刚手停来等个，嘿，还有我不个弄得死他个弄活龙活鱼，哎，我隔壁你死他个弄都装。不想啊，哪好，碰到33天，懂礼貌，温柔大方，样样都好。老的在不必听说是啊，小姐不错啊。这来要真拖上来，上门那为礼物。是啊，小姐果然小人。鸡蛋炒米粉，想必是这些东西。小金太师，大概个点么子向我头来，一般再是出么子嘛，千里送我么呀，礼轻情分送呀。旁边我头跟了一些啊，哥哥那不开心噻，你多少是亲事啊，看不起我个侬啊，意思当中别家伙鸡蛋炒米粉啊，神相夫呀，送我做么子来？干么一家今朝侬出去上门，让个别我头等别不过带侬xử理。表示我欢喜的，我得冲的，我慎重对待。人家人生一单单送得来，我关照还出去。今朝鸡蛋，我关照一品王凤大夫人亲自我来收，慎重对待。我不是一家之主，我表示欢迎了。我对别人不管势力的，我弄穷呀。大夫人，老相公，人一番孝道。是啊，时日不易，你要亲自水下，少劝老夫要吃的。来了，你咋面孔一本正经那口呢？
山去么老夫也吃对了，晓得该张把你别失礼。哎呀，老男人啊，你也想得出，你们还为了失礼呢？杜夫人神容易这么大，搿只来最淡水里，因为上头有块布竹门海呀，还是好几岁，稍微掀开一点点一口嘛，好，哎呀好个了，像个鸡蛋炒米粉，里向2只鱼饼呀，哎呀，像农村在那搭落水了海哇。那人家刚刚来不2只鱼饼已经吐出来个这家，哎呀说错，搿种老妇人啥个资格了海？老乡要一直不开心，死他这个男人了，那现在好不容易几能上门里开，是他凭脑杜转，不因为是你够豪门，怎能猜是他好比几时容对？是他好日娘一的亲生女，是动一谋受身的双胞。这张面孔了，等于死脱个小姐，我认为，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小姐嘛？我看面孔，你刚刚升到的对发蓬松了，那么牢牢的当作新人，要忙你吗？给我擦一擦衣襟，向西开。真好比我家风筝小子的亲儿几个面，也好比么家事为文，他上门来。那我讲，小姐怒气之人有谁个？啊，老底下人好在东家小姐啊，高头上拖，好来拖一炮个。我们自家晓得。想要是我好，从来跟你讲分别过错了。今年60岁，一般等我做谁的？后来那么只好做饮水的。我一想今人不够实，是一番这老奴气质把谁命？对，我最看得白夜里放破事，我要恳求起一真把大恩光了。那么现在定要紧，不要么拖，要么接得来马上举下来。现在总要问一问，请问于你，怎样认识相宜，怎样待得律己，讲得清楚吗？老奴这可通报。哦，兄，娘娘想为何？吐，看子2句了，留下来门在。这不吐2句，不就是那一嘴里吗？那么这个3我这个8、7个，你门当总会讲得清爽。老人家，坐。欲速不拘，力气听令。老奴洗耳恭听了。
啊！